人死后会去哪里？我想谁也不会知道。而艾丽意外死后，却被分到了代表天堂的善地。So welcome to eternal happiness. Welcome to the good place. 这里的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，人们不再有谎言、欲望和成年人的生活压力，但前提是你活着的时候要做善事，每做一件好事都会为你加分，同样做了坏事也会减分。就连在善地居住的房子大小，也是由你生前做善事的积分高低来决定的。为了让新入住者能快速适应环境，善地的创造者迈克尔会给他们配发灵魂伴侣。艾丽被分配到了一位伦理道德学的教授，结成灵魂伴侣，彼此会誓死保护对方。听到小黑的承诺，艾丽让他发誓，无论如何也不会背叛抛弃他。之后他才大胆地说出一个天大的秘密，原来他并不应该属于这里。迈克尔所记载的善事积分的主人竟然不是他，他只不过恰好和那人同名同姓。真实的艾丽生前是个假药贩子，是专门骗岁数大老人的那种，甚至她还是连续5年的销冠。生活中的艾丽也不是个道德高尚的人，她会不听路人的好言相劝，乱丢垃圾，为了一己私欲骗闺蜜抓阄，被闺蜜识破，她会吃掉纸条死不承认。听到这些，小黑直冒冷汗，劝她趁早去和迈克尔坦白，赶去恶地，毕竟恶地收人也是有底线的呀。但艾丽并不知道恶地是什么样的，于是小黑喊来人工智能了解恶地的情况。I can only play you a brief audio clip of what is happening there right now. Okay. 听到恶地悲惨的声音，艾丽立刻打消了坦白的念头，决定从现在起改做一个好人。可江山易改，本性却很难移。欢迎酒会上，艾丽多喝了几杯就现了原形，不顾及他人，将免费的青岛大虾全部独占。回到家里，艾丽将虾仁从内衣里拿出享用。此时小黑特别后悔，觉得自己不该违反善地的原则。没想到的是，第二天一早，善地就发生有史以来最巨大的危机，变异的金龟子在袭击人类，无数的假药瓶子在到处追着人跑，爱吃天鹅的癞蛤蟆也一反常态，改吃了漂浮的虾仁，就连鲜花都无缘无故的开始争斗。危机时期，大家都换上了统一的服装，唯独艾丽的服装没有变化，这也证明她真的不属于这里。此时的艾丽就怕被迈克尔识破自己的身份。Oh, Stargate.